馬拉松除咗係一項體力挑戰嘅比賽，心理狀態其實好關鍵。你有冇試過跑到一半，好似腦袋好亂，腳步又唔順，成個人好似唔係自己咁？大家好，我係阿 Rex， 今次我就同大家拆解點樣用科學方法，幫你喺賽道上揾返心流呢個神奇狀態，令你跑得更輕鬆、更快樂。好多跑手喺比賽中期會遇到心理疲勞，好似注意力分散、動力下降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能否完成。大家都知，馬拉松唔係淨係靠腳力，腦袋嘅狀態影響住跑步嘅節奏同耐力。根據研究，跑手喺比賽中感覺好辛苦，唔想跑係因為大腦過度分析痛楚同疲勞，令表現下降。心流係一種心理狀態，當你完全投入喺一件事上，感覺時間飛快，其他雜念都消失，做嘢變得好自然同流暢。簡單講，就係入咗 zone，做嘢唔使諗，身心合一。科學上講，呢個時候大腦嘅前額葉皮層，即係負責理性思考嗰一部分，會暫時放慢，令你唔會被負面情緒干擾，身體就跟住訓練本能去做。心流對跑手嚟講，真係一個改變比賽體驗嘅關鍵狀態。當你成功進入心流，會感受到身心合一，跑步唔再係一件辛苦嘅事，而係一種享受。以下幾點係心流帶俾跑手嘅具體好處。第一樣就係提升耐力同減少疲勞感。心流狀態下，大腦會暫時減少對痛楚同疲勞嘅敏感度，令你唔會咁快感覺到身體不適。舉個例子，2屆超級馬拉松世界冠軍 Ali Breen 分享過，當佢進入心流時，感覺自己同周圍環境融為一體，跑步動作變得自然，時間好似飛咁過去，疲勞感大大減輕。呢種身心合一嘅感覺，幫助佢喺長時間嘅賽事中保持穩定節奏。第二個好處就係精神更加集中，減少分心。心流幫助你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喺當下嘅跑步節奏同呼吸，唔會俾雜念干擾。東京奧運游到銀牌，楊勇緯就提到，佢會提醒自己唔好諗其他嘢，專注喺眼前嘅對手。呢種專注令佢發揮出最好嘅表現。同你跑馬拉松時，專注力提升可以幫你更好掌握配速，避免因為心理波動而過早耗盡體力。第三個好處就係提升跑步表現。心流令你嘅動作變得自動化，唔使刻意思考點樣擺腳，身體自然跟住訓練嘅節奏行動。心理學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指出，進入心流嘅人會感覺自己唔存在，動作係自動運轉。呢種狀態下，效率同創造力大幅提升。NBA 傳奇中鋒 Bill Russell 就分享過自己喺比賽中曾有過慢動作嘅感覺，預判對手動作準確無比，令佢表現超凡。跑手入心流亦係類似，能夠更輕鬆地掌握比賽節奏。第四個好處就係提升幸福感同享受跑步。心流唔係單純嘅努力，而係一種愉悅、平和嘅心理狀態。跑步後嘅跑者高潮其實唔係亢奮，而係一種內心嘅平靜同滿足。當你進入心流，煩惱同壓力會暫時消失，令你更享受跑步嘅過程，而唔係淨係盯住終點或者成績。想喺馬拉松比賽入面成功進入心流，唔係一味靠運氣，而係靠有系統嘅準備同心理調節。以下係我作為一名馬拉松運動愛好者嘅實戰建議，幫你一步步走入心流。首先，比賽前嘅準備方面，有3樣嘢要留意。第一，要設定清晰且具挑戰性嘅目標。心流嘅一個重要條件係有明確目標同適當挑戰。目標唔一定要係個人最佳成績，可以係保持穩定配速或者享受全程。例如，我喺過去嘅比賽會設定頭30公里保持4分50秒配速，最後12公里視狀況加速。呢種清晰目標令我喺比賽中更容易集中精神。第二，就係身體狀態嘅適時調整以及營養補給。身體狀況好先有可能進入心流。比賽前2到3小時飲500到750毫升含電解質嘅水，30分鐘前再飲250到500毫升，
避免脫水。熱身時做動態拉筋同肌肉激活，例如腿擺動、弓步，令血液循環順暢，肌肉準備好，減少比賽初期身體不適感。第三，喺心理訓練上需要正念呼吸同視覺化，呢樣聽落有啲深奧。正念呼吸可以幫助你練習專注當下，唔俾雜念干擾。比賽前我會花5分鐘做深呼吸，想象自己輕鬆跑過每1公里。呢種視覺化技巧有助減低焦慮，增加自信。嚟到比賽途中嘅策略，亦都有4點要留意。第一樣就係用簡單提示詞嚟幫助集中。比賽中途容易分心，我會用 keyword， 例如輕鬆、slow 提醒自己返入心流狀態。呢種心理暗示能幫助我重新集中注意力，避免被疲勞或痛楚影響。第二就係身體要保持放鬆，但要有節奏。心流需要身心放鬆，但又有適度激發。深呼吸同肌肉放鬆技巧好重要。例如跑到30公里左右，我會刻意放鬆肩膀同手臂，避免肌肉緊繃，保持呼吸均勻，令身體更容易進入自動運轉狀態。第三就係要隨時調整配速，睇手錶數據，保持目標配速，避免過快導致早期疲勞，或者過慢影響成績。當感覺疲累時，提醒自己專注呼吸同步伐，幫助大腦重新進入心流。最後就係享受當下，唔好太執住結果。心流係一種活在當下嘅狀態，唔好俾未來嘅結果壓力影響。試下欣賞沿途風景，感受身體每一步嘅力量，令跑步變成一種享受。總結嚟講，心流唔係一個可以強迫嘅狀態，而係透過科學嘅準備同心理訓練，幫你增加進入心流嘅機會。希望大家下次跑馬拉松可以用呢啲方法輕鬆跑出自己嘅最佳狀態。如果你中意呢個分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會繼續帶大家探索更多跑步嘅秘密。Keep running！